恐怖在線 Halloween 劇場請勿打擾嘅第21場嘅演唱尾場，多謝我哋嘅編劇阮運山、導演於柏謙、張志文。支持我哋，好感激你哋購票入場。香港仲有好多好好嘅舞台劇，大大小小嘅製作，我希望大家用行動去支持，因為香港有好多好好嘅演出，好好嘅人才，好好嘅演員。好，記住入戲院支持電影，話俾全世界嘅人聽，香港有好好嘅作品。Thank you。好啦，即刻交俾 Evan。等等先，啲觀眾等咗好耐㗎啦。係啊，真係攰啦。頭先玩得太開心啦。好，麻煩大家，歡迎大家攞起你哋部相機，同我哋影相。